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9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3篇阿摩司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，提摩太前书第1章18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良知。耶稣基督的譬如教导的中间，捌提到着夜景的譬如。耶稣基督伊用无共款的环境的夜景来譬如着这个福音的种子呢，是毋是会当好好成长的一个原因？好若亲像一个人的信仰良知的程度共款，信仰成长的结果会拢无同。当一个人专心来跟对上帝，或者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或者是咱讲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安尼伊的信仰的结果拢会无相同。阿摩司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提到着以色列人因为会离开上帝，上帝用异象甲先知启示将来的境遇。经文来讲，至高的上主互我看见一个景象。王家的这个农作物收割，佮发出新妇的宴时，上帝造一群草莓甲境内所有的农作物拢食了。我就讲至高的上主啊，求你赦免以色列袂当佮活落去啦，因为因袂微细软弱。上主因为安尼改变心意，就讲这个事未发生。至高的上主佮互我看见一个景象，至高的上主命令火来处罚，火甲深烟烧焦，佮烧毁全地。我就讲至高的上主啊，我求你请停止，以色列袂当佮活落去啦，因为因是微细软弱。上主因为安尼改变心意，至高的上主就讲，这个事嘛袂发生。信仰良知到底是甚么？就好像亲像希伯来书所咧强调迄个信心，佮较亲像雅各书所强调的信心必须爱有行为，若无就是迄个死的。所以保罗经常伫批信的中间来提醒教会以及基督徒，都爱有信仰的良心。伊伫写互这个提摩太的批信中间，也提到着提摩太前书第1章18节到20节。伊讲：我的囝提摩太啊，照以前的关系，你所讲的有言。我将这个命令交托你，互你通用这的语言去征战应该赢的战争。你着持守信心甲清白的良心。有一寡人放杀良心，低到信心，亲像船来挂浅。其中有苏米奈甲亚历山大，我已经将因交互撒旦，互因受教示，无过谤读上帝。保罗教导提醒提摩太的原因，是因为当这是有真侪人，虽然讲因足有信仰的安尼伫教会组织内底嘛担任着重要的职务，但是因却无有良心啦，信仰的良心。有人贪财，有人贪官，有人追求偶像敬拜，安尼讲一道做一道。保罗讲即款的人就拢已经交互撒旦的手内底，互因伫生活中间无搁再用行为来诽谤上帝诗篇73篇个经文，咱来分享。上帝实在好款待以色列，好款待遐个心清气的人。虽然安尼，我的面骹险险踏落去，我的骹步险险行偏去，因为我有看到歹人甲骄傲的人兴旺，我就抱怨不平，
因一生拢毋捌艰苦，身躯臃肿好看。因无亲像别人拖磨劳苦，嘛无亲像别人受着灾厄，所以因用骄傲做连挂伫暗领，用薄力做衫穿。因身躯肥，目睭甜，心充满邪念。因体笑恶意中伤人，因讲大声话来压制人。因的喙声毒天，因的指咒骂地，连上帝的子民拢归换因，全盘接受因所讲的话。因讲上帝哪会知？至高的上帝减话捌。看，这个是歹人，因不是无烦无恼，财宝哪加添？我保守我的心清气，实在无采工。我洗手无目着罪恶，嘛是空，因为我规暝拄着灾难。逐日早起时，着得到谴责。我若讲我要照安尼去讲，就对你的子民无忠实。我若要了解这个代志，毋久就无法度。到入去上帝的圣所，我才明白因的结果。你一定会甲因藏伫骨骨的所在，互因绊倒灭无，互因恐怖吞灭。10000年久就灭无，亲像人困醒就知因的面貌是幻想。主啊，你一个起来，歹人嘛安尼消失。我的心真酸，我的心情苦痛。我有望无知，伫你的面前亲像情死。总是我不时甲你做伙，你靠我的正手，用你的驾驶引带我，接纳我，互我得到尊严。伫天顶，你以外我有甚物人？伫地上，你以外我无所意爱。我的肉体，我的心神会衰弱，毋过上帝永远是我的快乐甲产业。离开你远远的人一定灭无，杀你、背叛你的人，你拢会甲因消灭。对我来讲，亲近上帝上好。我找至高的上主做避难所，互我通宣扬你一切的作为。主爱，讲到主爱的上帝帮助阮伫信仰的中间来追求信仰的良知，阮会通来安尼知来行有见证，不但尊主最大，搁较着爱行伫主的道路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